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那这个视频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呀。红哥呢将会公布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早期一级市场的密码。FTX 呢快要重启了呀。最新消息，FTX 债权委员会要求保存用户的邮箱和相关的数据，以避免信息泄露。这可能是为接下来重启呢做准备。不过呢，话又说回来，重启之后的 FTX 你还敢继续用吗？当然了。作为穗呢这条公链的金牌投资机构呢，属实为穗呢这个团队呢带来了一些窘境呢。如果还没有上线，那穗这个团队就要先拿出这个投资人早期投资的这个资金呢去清算它的利润，有可能之前的9600万美金呢为接下来 FTX 重启呢做了一个铺路。同时10米远洋的 Meta 公司呢近期呢又开始裁员了，一波接着一波，看来全球的巨头们也快顶不住了呀。号称要打造元宇宙第一股的这个 Facebook 呢，也开始撤退。未来的元宇宙还有机会吗？这的确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而作为区块链领域最早的元宇宙 Decentraland，近期也爆出用户访问也跌至将近了90%。当然了，Web3才刚刚开始，未来依然是光明的。而香港呢，作为东方 Web3的基地呢，目前正受到来自多国的关注呀。而红哥从去年呢开始关注香港 Web3的发展，所以呢，红哥认为呢，随着政策的一个支持和赋能呢，Web3将会逐渐发展出它独有的一个道路。而红哥呢，今天为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来自于香港 Web3的一个项目，叫 Cross Space。主打的是 SocialFi，是一个基于社交的一个道德协议。那用户可以通过该协议打造个人的链上声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DID 链上身份。目前呢还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可能会有空投啊。不过呢即便是没有空投的话，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上的一些活动，因为他们会经常的联合一些非常优质的项目呢去做一些社区的活动。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获得一些拿到一些福利。当然了，红哥呢接触的时间比较早，并且呢创始团队也非常关注社区的这个意见，并且呢创始人在香港的金融圈里有很强的背景，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不知道怎么参与的呢可以不妨呢直接私信红哥。那昨晚美联储讲话呢又带崩了大盘，如果接下来呢在28000美金这个位置如果稳住了的话呢，那接下来可以考虑进场。以太坊呢还是昨天说的1900美金，不过呢大盘呢在跌，红哥的会员们呢跟着红哥的意却一直在持有，比如红哥有提示这个 AGX 这个 COCO 还有这个 GLM 等等嘛，都是提前让这个会员们布局的，目前呢都在持有中。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呢，不妨进入红哥的会员群，红哥手把手带你操作，让你从小白到入门，最后呢到精通。另外呢，今晚8点呢，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